最後就去到 Part F 嘅部分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就想揾一揾個 limits，開方 x 減2 over x 二次減3x 減4，咁啊當 x tends to 4啦。而今次呢條題目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個開方係喺分子嗰度嘅，咁所以我哋都成對加，咁但係今次個對加係由個開方 x 減2呢一度嚟嘅。咁而同時間咧，我哋可以將個分母做一做個 factorization， 咁啊變成 x 減4啦，乘以 x 加1，分子我哋就係開方 x 減2，但係今次成嘅對加咧就係開方 x 加2 over 開方 x 加2。分子嘅部分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到 a 加 b，a 減 b 咧，咁啊變成 a 二次減 b 二次，咁就會得出 x 減2嘅二次 x 減4，咁就 over 分母 x 減4乘 x 加1乘以開方 x 加2，咁啊 x 減4約咗，咁最終我哋個 limit 咧就會得出1 over x 加1開方 x 加2，咁啊可以代數落去啦，咁就變成1 over 4加1啦，乘以開方4加2，最終個答案就係1 over 5乘4，所以就係1 over 20。咁啊，總結而言啦，我哋會見到其實 Part A、Part B 就係透過 factorization，而 Part C、Part D 咧，分母有呢一啲嘅 h 嘅時候咧，咁咧我哋就可以透過個 expansion， 然之後將啲 x 字約走，然之後就再將個 h 抽出嚟，將個分母嘅 h 都約走，咁去處理，咁就係 Part C、Part D 嘅重點。而 Part E、Part F 咧，就係當我哋見到一啲開方嘅 pattern 嘅時候，我哋就要識做一個rationalize， 即係成一個對加俾佢去處理啦。咁啊 total 就其實有3個呢一啲嘅 skills，大家係要掌握到嘅。